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全台各地都有相当精彩的在地故事与重要的民生政策，透过镜头带您一睹为快。先带你来看基隆刘龙头面食馆老板阿森，巧妙地运用马祖红糟研发蛋炒饭，一举击败当地的对手，夺得金马奖炒饭王冠军，回乡开店成为热门美食。热锅爆香，大火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蒸上锅气。老板熟练的翻炒锅子，最后加入这一道马祖红糟。吃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艳，是它的真的是不会到很酸，因为有些人怕红糟肉很酸，像我就是很怕那个红糟的那种很重的味道。可它其实还好，它就是全部融合在一起，其实是蛮圆融的一个味道。它不会说太过的抢戏，也不会说太酸。可别小看这一道红糟蛋炒饭，它可是在2022年马祖举办的炒饭比赛中击败众多对手，勇夺冠军。用红糟炒饭，就是因为马祖它当地的那个当地的红糟料理啊，马祖刚好也特产萝卜，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把马祖的萝卜，然后跟他们的一些当地的海鲜的鱼的料理，然后加去炒饭里面。墙上挂着大大的金马奖炒饭王，这份殊荣得来不易。本身是基隆子弟的陈子生，前几年台湾爆发疫情，三餐都不稳定，毅然前往马祖当起厨师。他利用马祖当地的红糟，加入碎菜脯、青鱼等配料，参加炒饭王比赛，最后脱颖而出。就我们先以创意的角度去炒这个红糟炒饭。但他们没有想到说可以用他们当地的特色料理，然后去加一些海鲜的食材去加入红糟里面。我就有想到，然后就想说把它加进去。但一开始也不会想说会得名还是会怎样，就是想说先把这个料理把它做好，然后呈现给大家看。有尝试也有加不同的东西，就是当初有加过说要加他们马祖的蛋菜加什么，但是炒起来的味道没有像加菜脯跟鱼丁的那种感觉比较好。店内除了招牌的红糟蛋炒饭之外，松板猪炒饭客人也是赞不绝口。它的炒饭松板猪的部分很扎实，然后粒粒分明，然后味道也有，就是还蛮有传统的那种松板麻油的味道。有天去吃，就一样在餐厅，然后就吃到那个麻油腰子。就想说那这个如果把麻油跟松板猪加在炒饭，应该也是不同的风味，所以我就把麻油松板猪炒饭，然后列入我们餐厅的那个一个品项这样。坚持用当天现煮的白饭来炒饭，往往7点不到，炒饭就已经卖光。因为从马祖回到台湾开店，对于军警销炒饭类加饭不加价。希望用对炒饭的坚持，让马祖的红糟香气在台湾继续飘香。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同样也是美食哦，要带你来看凤山文德国小旁的无招牌便当店，凭着香气四溢的烤鸭与巧思配菜吸引饕客，每日限量的脆皮烤猪更让熟客赞不绝口。悬挂空中的烤鸭传来一阵阵诱人香气，金黄酥脆的外皮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位在凤山文德国小附近的烤鸭便当店，低调的外观店面却藏了让人一再回访的美味餐点。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都蛮好吃的，像他们家的那个什么炒面烤鸭炒面然后烤猪炒饭都蛮好吃的，然后口感也都蛮好的。我们家算蛮常吃的，一个礼拜应该都有2到3次。平常我来的时候生意都很好，我有时候还会帮他添饭，帮他加菜盖盒子。我们这边烤鸭是没有用葱姜的，是靠酱汁。我这边是专门用樱桃鸭，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可能它的肉更嫩一点，更香一点的呢。一份份便当整齐排列在餐台前，全都是饕客在开店前就提前电话预订的餐点。满满一盒，不光主菜用心制作，就连配菜也丝毫不马虎。老板特别以鸭油、猪油拌炒，让蔬菜多了浓郁香气。就连看似简单的白饭也藏着小巧思，每一口都能吃出店家的用心。那个酱的特色就是说，那个从鸭的肚子里面，我们就会
挖它出来那个酱汁，后来就上面的油我们就挖起来，我们有调整过，所以它是配pan来制的，蘸肉来制的，那个是我们的家里的秘方呢。除了店里的招牌烤鸭便当，还有一道老饕必点的餐点，便是每天限量供应的脆皮烤猪。外层烤的酥脆焦香，肥瘦交织的口感层次分明，但想要吃到还得碰点运气。我们的脆皮做的就是很多个小时，差不多7、8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用那个烤油在烤，我是用烤箱在烤，那个过程的差不多最起码要有6、7个小时。然后所以我每天都是限量的。从备料、烤鸭、烤猪到点餐外送，老板一人独立扛起所有工作，只希望能够降低店里的成本压力，守住平价实惠的价格，也把最实在的美味留给每一位上门的饕客。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而接下来的这一道美食是在安南区的半桌老店，坚持用手工现包现炸的半桌名菜八宝丸。暑假期间一次制作200多公斤，仍然瞬间秒杀，供不应求。大家狂敲碗，点购率破表的八宝丸终于回归。新福隆海鲜餐厅这家台南知名传统半桌的老字号，为了传承这道功夫菜，也是早期被视为富贵人家的山珍海味，以职人手做的精神，真材实料的大块食肉、鲜虾与花枝姜的奢华内馅，搭配独家配方，并坚持用古早蛛网纱来手工包裹，相当费功夫。我们里面有包新鲜的虾子花枝姜、花枝饺，就是要增加它的咬劲因为虾子也是很重要，因为就是怕说里面会有那个发粉的，我们都是用新鲜的外面的那个八宝丸他们都是用肉下去包甚至现在有的人以为好伊较简单跟较紧的，伊就是都在包网西，其实包网西是一个功夫菜真的少年人较不爱做这个古早味所以近期因为是第2代阮长辈有叫阮一定爱把这个古早味流传下来。为迎合消费者送礼自用的需求，暑假期间餐厅一次大概都会制作200多公斤，动员外汇厨师用高温油炸，外皮呈现金黄色酥脆无比，内馅则是软 Q 饱满多汁的口感。厨师们赶工，消费者还是秒杀，供不应求。愈食愈好食愈来买，拢我买讲老板娘老家囝我讲那一个阿姨减买寡啦，伊会开始，我讲只要你是好食，我拢甲伊塞进去。所以人客拢是一寡食习惯的，因感觉无加贵，感觉物件是食品质、食身体健康。你物件一直传承到今遮济当，这足多人就是拢北部拢叫阮的囝去做送礼，所以阮就尾仔推出就有一个礼盒室，2位新福隆餐厅的幕后功臣，延续传统，坚持自己不要吃的不能给客人的信念，加上选购大成油品，不回锅油炸。虽然东西可能比别人贵一点，但用料绝对实在，也让民众在家就能享受经典半桌菜。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的美食是在桃园的马祖新村37号眷舍眷恋餐馆，由20年资历的义法大厨钟炫时经营，将家常菜化为当代的料理，让老空间变身成人情味客厅。踏入桃园市马祖新村的37号眷舍，质朴的军旅意象与充满历史感的装饰映入眼帘。这里现在是名为眷恋的餐馆，主打热腾腾的面食与爆汁手工水饺。老板钟炫时过去在龙潭经营义法式料理与民宿长达20多年，因缘际会下，他接手了朋友的店面，决定将自身料理观念融入眷村美食的研发中。我刚开始是做义法式料理的，那以前的做的东西场域比较大一点点，那请的员工也比较多一点点。因缘际会是朋友之前在做这家店，他就问我要不要承接这一家的店。那其实我对餐饮还有一些热忱在那边，所以我想试着用以前的料理观念，看能不能做一些符合这里的眷村的料理。吃的不是很豪华料理，但是就是很有家乡味，很有人情味。我会把这营造像一个以前眷村的客厅一样，
每个客人我都要聊聊天，然后拉近感情这样子。希望附近的住户有空就能来坐一坐，不一定要来消费，就当我们一个客厅这样子。店长钟炫时特别在菜单上花了心思，除了研发与传统红烧、清炖不同香料配方的牛肉面，也推出极具特色的皮蛋拌面，将川菜中的臊子与皮蛋结合，创造出充满冲突却又和谐的新感觉。希望能与附近的料理风格有所区隔。我觉得这一家店啊，它的那个牛肉面超香，它臊子的那个皮蛋量也很多，然后肉也很多，然后它闻起来超香的。然后这家店啊，它的那个复古环境啊，然后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用餐环境也很干净，所以我们还蛮喜欢携家带眷一起来的。除了味蕾的满足，眷恋的空间布置也极具巧思。钟炫是利用空闲时间，将店内营造的宛如早期的眷村客厅，并展示自己收集的各类当兵元素，如徽章与帽子。这些丰富的装饰成功唤起了许多老居民与游客的想象及共鸣。对我来说，我们就期许他每个人都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这个园区的所有店家是拥有一个共同目标，想要让马祖新村更活跃起来，造成因为全台湾真正的眷村的保存的实在很不易啦。眷村的一个风光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值得流传下来。所以我希望是以后每个未来的经营这几年都是结合所有的店家，能够渐渐，不管是活动也好，不管是饮食也好，任何的东西都围绕着马祖眷村的这一个元素，让每个人都做得更好。这样子。文化局表示，从民国107年开始引导店家进驻马村，至今已经引进超过20组文创业者进驻。未来将持续透过展览、市集、体验活动及街头艺人表演，增加园区人潮。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基隆中元祭游行盛大登场，火舞、花车与阵头齐聚，好天气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夹道观赏，基隆市区热闹非凡。今年的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活动由即将成真火舞团揭开序幕，壮观的场面成为全场目光焦点。今年轮值主普的是流堂度信宗亲会，邀请了许多团体与阵头表演，也涵盖金鸡雕石的地域传统意涵，呈现传统与创新，展现多元特色。虽然有台风逐渐接近台湾，但晚上的天气状况非常不错，凉风徐徐，吸引许多市民跟游客来到现场看游行演出。今天是我们第172年的中元祭，那今天有非常丰富的活动，那今天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花车，并且有很多的协力品牌厂商共同加入。那今天感觉天空到目前为止非常作美，也非常感谢。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我们基隆有史以来全台湾最著名的就是
基隆最重要的文化观光以及宗教的一庆。所以每次都很希望至少过了今天以后再下雨。那天在开灯放彩的时候，我在里面也祈求了，如果今天一切顺利，吃素1个月，总算谢谢老大公保佑。这都是真功夫嘞哈！小朋友在家都可以偷学哦。好，现在今天是农历7月14，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很感谢老大公他们的帮忙，好朋友们的帮忙，让我们今天可以风和日丽，然后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游行走完。这样就是我们基隆1年1度的这个中原盛事，是我们这个全体市民还有很多外地的游客会来共同参与跟参观的一个放水灯游行。待会这个除了流堂渡中心会，还有我们所有的中心会会共同来参与游行之外，也有非常多的表演团体，然后晚上也会到望海上去这个我们的科仪的重头戏放水灯。基隆中元祭172年的文化历史，真的是很让我们骄傲。那今年流堂渡这个中心会就把这个活动办得这么好，真希望台湾还有国际的朋友都能够来基隆来参与这个文化活动，感受一下基隆人的热情。今年的游行活动还可以看到许多真人一格花车，其中互动性最高的就是灵性宗亲会的真人一格花车，沿途热歌劲舞，发送小礼物，吸引沿街民众热情的互动。除了宗亲会用心投入游行活动，还有府会等机关团体也准备了花车与表演，开心在市区街头展现活力。可以看到整个中元祭游行展现出来基隆人的向心力与团结，更完整呈现了中元祭100年来的悲天悯人与族群融合精神。借由这份信仰与传承，让家族更兴旺，基隆变得更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北府城隍爷传承超过30年的巡宴普渡传统，今年依循传统科仪，一路走进松山车站月台，与彩虹桥施食超荐，祈求地方平安。法会队伍来到松山车站进行祭拜仪式后，搭乘电梯穿梭在站内外，还有南北月台都得走一遍。台北府城隍庙举办1年1度中元普渡法会，最具特色的巡宴普渡，府城隍爷出巡松山车站以及基隆河彩虹桥一带等周边重要据点，沿路祭拜施食。除了祈求列车行车安全，也为水域亡灵及无主孤魂超荐。传统仪式和现代交通场景同框，让往来旅客也能近距离看见中原信仰。借这个绕境的时候，算是也是超度这样子啊。第一个遵循那个我们的企业的那个习俗啊，那一样也是说保佑我们那个台铁公司啊，那个行车平安，旅客也是能平安。主念就是要保佑那个地方每个单位的平安，
然后就是他们的有一些好兄弟什么的，就是不用自己拜，就我们道士会帮他们处理。因为再怎么讲，现在是7月嘛，7月你就知道一些好兄弟出来，然后我们就是要祭拜好兄弟，他们给他们保佑我们这个地方平安。更特别的是，今年参与科仪的道士团被称为高学历道士团，成员有人具有硕士学历，也有辅仁大学宗教相关背景。不过仪式本身依旧遵循传统，只是现代讲法更生活化，让年轻人也听得懂。而供桌上除了澎湃祭品，连毛小孩也有专属供桌，将善念扩及众生。这都是很传统啦，只是现在呢，比较科技方面有一些都是以网络啦，还有现在的那个讲的那些道士的术语，会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人比较听得懂，那之前的一些术语，我们现在的人听不懂。每一年都有增加，对，每一年都有增加，因为看到我们这种状况，大家都一起来参加。我们现在也有宠物灯，对，那现在你就知道年轻人喜欢养宠物嘛，然后他们就会要给宠物平安，然后7月的话，有的宠物已经往生了，他们就要来拜拜。30多年来，府城隍爷持续走入地方，即将普渡。除了抚慰好兄弟，也把行车安全、社区平安与对生命的尊重一起纳入这场农历7月的传统仪式。记者李慧台北报道。再带您来看，总经费297.6亿元的桃园捷运纵线机电工程正式签约，预计2032年通车，串联双北路网，北桃通勤最快需要18分钟。3、2、1，请启动。桃园捷运棕线 BRM01标机电系统统包工程在19号上午正式签约，同时启动机关采购联证平台，也代表桃园轨道建设又迈进新里程碑。预计2032年完工，将可以衔接台铁桃园站、捷运绿线、台北捷运新庄线、新北捷运土城树林线。通车后，桃园往返新北最快只需要18分钟，可望有效缩短跨县市通勤时间。我们这个中线呢，会从我们桃园站这边接到新北的回龙，再从回龙可以搭乘双北的捷运到双北的很多地方，所以这条捷运会是桃园跟双北未来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管道。那么我们前一阵子已经启动了我们前置工程，今天我们这机电标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脏、大脑也开始启动了。那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有我们新加坡驻台的代表、韩国驻台的副代表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签约，还有我们结合了最坚强的团队，包括新加坡的新科公司、韩国现代乐铁，都是我们未来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有这些伙伴的全力协助，我们的中线可以顺利往前推动，如期通车。BRM01标机电系统统包工程跟绿线共享北机场大维修以及延伸中立段驻车场资源，可有效节省土地征收跟机场建置成本。另外也建置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以及时辨识障碍物，同步通报行控中心，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目前是先以 VR08 站，就是火车站复兴路那边的工程先处理，因为这一个工程比较复杂，那先把复杂又工期比较长的工程先作为主体工程来推动。那后面的主体工程我们会再做滚动式检讨。那整个的车厢的明亮度跟所有的月台门的部分也都有特别考虑哈。那新加坡科技在这个票证系统、在月台门这些其实都有相当的考量所以整个很高兴跟他们再次的合作那我想我们会好，还会再求更好桃园捷运棕线机电标由新加坡科技电子以及韩国现代乐铁得标，内容包含15列车、全线轨道、主变电站虎建工程跟供电、耗制、通讯、自动收费、月台门跟 SCADA 监控等机电系统。会先从共构的桃园车站开始做滚动式检讨，力拼2032年通车。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再带你来看，爱与关怀455协会举办慈善音乐晚会，集结多位实力派歌手与资深艺人，以歌声传爱，期盼凝聚善的力量，陪伴需要帮助的人。
逐渐淡出荧光幕的歌手方俊，难得现场，还特别安排传统戏曲《四郎探母》精彩演出，以歌传爱、关怀生命慈善音乐晚会在台南中西区登场，多位实力派歌手、资深艺人以及表演团队轮番登台，金牌主持人巴乐、马妞联手主持，以幽默风趣的互动串联整场演出，炒热现场气氛。我就是要来主持，就是非我莫属。为什么？第一点，这台南是我们的首发，也是我们创会长来讲，他那时候在北京，我们就把这个场地透过很多我们的主秘，我们中西区的主秘跟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地方的这个阿伟林成伟的老板，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有他们来协助我们，让我们的活动会做得更好、更盛大。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爱做公益的人啦，马姐她也是喜欢做公益，所以她走到哪我就跟她走到哪，对，力挺到底啊，对。音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好，我想我们这样哼哼唱唱，他心情就会非常的舒畅。那尤其在弱势这方面，有人在关怀他的话，透过这个形式来关怀，我想他们会更感受到更多的那个社会的温暖。爱与关怀455协会创办人也亲自以歌声传递祝福，让爱心透过音乐持续发光发热。那现在可能是因为社会进步了，脚步加快，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借着歌声的传递，然后让大家呢有情感交流的机会，然后呢借着歌声让大家更紧密，抒发一下情绪。协会表示，希望透过慈善音乐晚会，让艺术不只是娱乐，更成为传递温暖与希望的力量，在悠扬歌声中感受爱、分享爱，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记者邵怀谈的报道。中和4号公园引进韧性都市林概念，以原生种打造复层林，兼顾生物多样性，有效减缓都会区的热岛效应。绿意盎然的绿地森林隐藏在高楼大厦之间。位于中和的4号公园不只是防灾公园，更是全台第一座韧性都市林。2020年4月起，林业试验所韧性都市林大型研究计划在4号公园展开。紧接着，韧性都市林志工队在当年秋天成立，现在已经满6岁了。韧性都市林啊，其实就是要降低，我们整个城市中里面，不管是未来天灾人祸的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我们还可以能够继续怎么样活着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啦哈。那讲到韧性嘛，韧性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有弹性，对不对？好，有弹性这样。然后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去先想想看，我们去走到一般的自然公园里面，或者比如像富阳啦，或者是森林里面，我们看到的会是很单一的草坪，然后加大树嘛？不会嘛？好，我们看到一定是就是很丰富，然后错落有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样态，就像我身后的这一片所谓的复层林。韧性都市林的设立是为了提升都市绿地对极端气候、热岛效应与环境污染的调适能力，舍弃观赏树种，改种植具备耐受功能的本土植物，同时模仿森林层次，打造出立体的复层林，提供多样化生物栖息空间，增加生物多样性。因气候变迁，林业试验所提出一个这个环境调适的计划。那环境调适计划主要是针对都市林。因为都市里面它的公园，我们一般来说它都是比较这个，我们讲的比较物种比较单纯，大部分都是单一树种比较多，可能树种大概不超过20种，那但是因为这个环境调适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除了人之外，野生动物也必须要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安身立命下来。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些设计。这样的公园森林不只能做到基本的景观绿化，更具备强大的环境调节与降温复原能力。新中和社大志工队日前办理导览活动，期待有更多人深入认识这座独特的森林公园。
下次来到绿树成荫的4号公园，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不妨仔细观察周边物种，深入认识这座守护都会区的韧性都市林吧。4号公园韧性都市林，有你有我，赞！记者张瑞瑜采访报道。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将在116年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菜金，每胎补助3万元的膳食费，并结合各局处加码方案，全方位减轻婚育家庭的负担。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心的与可爱的婴幼儿互动。这里是文山区亲子馆，上任后陆续推出包括增设临时托育服务据点等友善育儿政策后，蒋万安再次宣布，台北市将从116年起推出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每位产妇每胎补助3万元。曾经陪着太太做过3次月子，蒋万安希望透过这一项育儿新政，让妈妈在生产后能获得充分休养与照顾，也让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也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除了生育奖励金以外，再增加3万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我自己陪我太太做过3次月子，我完全了解坐月子的辛苦，以及对于很多爸爸妈妈育儿家庭负担。我想今天我们推出月子加菜金，就是除了减轻很多爸爸妈妈家庭的负担，更重要，我们要让所有的妈咪安心。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另外，台北市政府在既有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推出加码政策。首先是扩大冻卵补助，扩大来纳入这个25到40岁因为疾病或是治疗可能影响的这个女性，我们把这些都涵盖进来，让这个涵盖面可以更加广。而且我们也体认到做冻卵这个过程其实所需的费用相当高，所以我们过去在补助这个手术是2万元，但是我们直接提高3倍，到6万元，作为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疗程。那之后呢，保存，因为它需要拿出来使用，所以保存费呢，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4年1万2000元，那可以及时的来使用。备受好评的好运专车也将再次升级，补助点数从现行8000点调高到1万点，预计115年10月起实施。我们现在加码2000万，然后补到1万块，而且呢，我们从半年产后再来延长到1年。所以在此期间，不管你要离托，不管你是要来到我们的育儿门诊来都没有问题。我们台北市，我们用我们的好运专车挺你到1岁。幼儿教育部分，教育局也宣布，115学年度起，就读私幼的5岁幼儿也增加补助，希望进一步缩短公私立幼儿园的学费差距。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家长很多，他原来在读幼儿2到4岁以后，他5岁可能不一定会转去抽公立的这个状况，那他因为会小朋友会认那个，所以我们基于这个考量，所以对于这个私幼的补助呢，在5岁部分我们这次特别的做这个加码。居住方面，财政局也提出婚育住宅地价税及房屋税减免政策，以减至0元为目标，只要等相关法令修改完备后，就可以落实实施。也就是说，结婚后2年，再加上生育了之后18年，这20年内持有全国单一自住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房屋税、地价税全额免收。另外，还有今年9月即将上路的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临托券，10月开诊的新手家庭特别门诊，以及幸福育儿1万户的幸福住宅专案等。蒋万安表示，面临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持续从市民在婚育各阶段的实际需求出发，透过跨局处合作，建构更完整的婚育支持体系，让有意愿成家生养孩子的市民都能获得实质协助，打造安心生、放心养、好安居的幸福台北。台北挺你成家，与你共谱未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办的2026新世代主播夏令营，透过摄影、配音与 AI 应用课程，带领孩子走进媒体现场，培养数位公民的口说与表达能力。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6新世代主播夏令营，今年活动以专注、查证、口说、情绪与创作5大能力为核心，邀请多位专业师资联手授课，融合媒体探索、创意表达与主播实战的面向，引导孩子从真实体验中学习完整的媒体基础技能，建立良好的媒体素养与自信表达能力。感谢大家来这2天来我们这边学习，然后一面学习，然后一面也玩耍哈，然后顺便也交一些好朋友。那你们有跟我们的工作同仁说谢谢了吗？有，好棒，谢谢大家了。好，那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那感谢大家今天来，然后收获满满。那也谢谢我们在场的长辈，还有我们公司的同事，还有实习生，谢谢大家辛苦了。2天课程有创意摄影，邀请巨汉商业摄影总监郭聪南教导小朋友用光作画，以及配音与口说表达。而在媒体实战环节中，由资深主播郭文吉与秦碧纯亲授新闻采访与面对镜头表现技巧，透过角色扮演与分组采访训练，提升孩子的自信与实战能力。你喜欢什么颜色呢？黑色。哇，为什么你喜欢黑色啊？因为你觉得黑色让你看起来整个人更亮，是不是？哇，那你这个今天的装扮是谁帮你打扮的啊？我自己。哇，你自己？李恒忠阿姨，是。你最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散步，晚上健走，就是去散步、走路、健身。哦，那我知道了。而压轴则安排小朋友亲自坐上主播台，实际操作摄影机与幕后设备，搭配专业化妆师林婕妤的造型指导，完整体验新闻制作的台前与幕后，让小朋友从看新闻乐声自己播新闻。大家好，我是王耀轩，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6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带领学童采访新闻、播报新闻外，还融入了最新热门的 AI， 让同学们收获满满。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们再会。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村表示，主播夏令营不仅是场活动，更是与媒体素养和未来能力培训相关。经过2天授课与实战过程，主办单位最后也一一颁发结业证书，希望每一位参加小朋友都能收获满满。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 AI 播报。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的三家国小与日本熊本县球磨清流学园正式缔结姐妹校，透过舞龙舞狮与台湾铁路便当等文化体验，深化课程合作，并拓展孩子的国际视野。三家国小盛大的舞龙舞狮开场表演是台湾人所熟悉的文化，但对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是个很新鲜的体验。众人站在舞龙前方合影，日本熊本县球磨清流学园师生参访三家国小，2校于本月10日举行缔结姐妹校合作协议书签约仪式，由三家国小校长林秀云与球磨清流学园校长横松隆志代表签署，并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督学魏嘉瑜及球磨村教育长大赖克彦的共同见证下，正式缔结联盟。2校承诺未来将在文化交流、课程合作与国际移动力上深化合作，携手为2地学子打造更具全球视野的学习环境。其实在新北市呢，我们有蛮多的学校现在正在积极进行姐妹校的缔结。那其实我们目前是希望能够有校校有姐妹校的方向前进。那
以山家国小为例，这是他们的第一间姐妹校。那他们是因为正好透过了一个得奖的契机，来到了日本，然后与日方认识了之后，然后就很顺利的缔结了这次的姐妹校。那在教局这边，我们平常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交流活动。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能够促成让更多的学校，不管是在和日本啦、韩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目前像在澳洲、纽西兰或者是美国等等地方，我们其实也都有学校正在缔结姐妹校的这个过程。那缔结姐妹校可以让孩子们增加视野，这是一个文化的刺激，也可以让我们新北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去。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于孩子的未来有非常大的注意。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盼我们有更多的学校能够像今天山家国小一样，能够成功的缔结姐妹校。山家校方也设计 DIY 制作铁路便当盒子环节，结合在地特色红曲米糕寿司，将台日共同记忆融入活动，也期待日后能够创造更多交流机会。双方校长热情握手，并且互相介绍彼此的校园特色。山家国小成立至今已有106年历史，而球魔清流学园则迈入成立的第3年，但双方教育理念接近，皆对于永续环境教育非常重视。此次学生能够来到海外参访，进行跨国交流，双方都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期待能够对彼此留下好的印象。记者高娟桃园报道。另外，新北市农业局启动小花蔓泽兰防治月，号召市府、区公所与企业团体组成终结者联盟，将动员超过1000名志工投入山林除蔓，守护生态。新北市农业局长陈锡辉跟着台上老师一起跳起除蔓舞，表达新北清除外来物种的决心。新北市农业局近日宣布启动小花蔓泽兰防治月，成立小花终结者联盟，号召超过1000名志工走进山林，以实际行动移除外来入侵植物。新北市政府我们完全呼应中央对于这个小花蔓泽兰的清除，也是大家号称的绿癌哈。那从113年开始，我们就成立新北小花终结者联盟。那我们从林口、新店、这个土城、汐止呢，我们本来就有6个核心团队。那今年我们更加入我们的市农会、我们的这个农场、我们包括我们的企业体，还有我们里长这边一起，在我们每一年这个8月15号开始的这个小花蔓泽兰防治月开始，我们选定了一个8个场域的部分来进行这个小花蔓泽兰的斩草又除根活动，务必要把我们所谓绿癌植物杀手部分要把它控制住，来维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小花蔓泽兰有绿色癌症之称，生长快速，繁殖力强，一旦大量攀附树木，就可能阻碍植物光合作用，甚至造成原生植物死亡，也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100大外来入侵种。而每年8月15日至9月15日是小花蔓泽兰防治月，新北市今年进一步串联区公所、农会、青农、企业及民间团体，扩大防治行动。小花蔓泽兰它本身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那它可以无性生殖，也可以用这个种子这个散播之后的一个它繁衍出来，所以在国外当中的时候，它被称为1分钟1英里的杂草，所以它繁殖能力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一个强势物种。那如果不把它这个铲除掉当中的时候，它是真正的植物杀手，它会让我们所有的树木因为被水分、养分被抢、光照被抢之后，就会形成枯木。所以务必在每一年当中，我们必须动员所有的可用能力呢，务必要把它铲除掉，来维护我们美丽的家园。而除掉的小花蔓泽兰也可以再利用，另外制作成防蚊液、洗手乳等产品，扩大经济价值。小花蔓泽兰本身的话，这个可以这个把它收集起来，变成这个促翼式的哈，它可以这个所谓的防蚊，就是我们在这个草地间、森林间，它有一些小黑蚊，那经过我们喷洒之后，它的其实防蚊效果还不错。所以呢，这个重复再利用这循环经济部分，那我们就一物克一物，那达到一个防治效果。新北市农业局表示，今年除蔓行动锁定全市8处重点场域，包括林口老公旗步道、
顶福岩森林步道、新店文山农场及和美山细指翠湖登山步道，以及八里、石碇、石门等地农场，并结合环境教育及生态导览，让民众不只动手除螨，也进一步认识外来种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斩草又除根，小花终结者联盟启动。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骑机车进入两段式左转待转区前，究竟该不该打方向灯呢？应该是要打左转还是右转灯呢？这个让无数机车族伤脑筋的交通疑问，正确答案引发民众高度关注。骑摩托车在路上经常会碰到需要两段式左转的路口，不过在进入机车待转区前，到底该打左转方向灯还是右转方向灯？关于这个问题，不少人到现在还是满头问号。我觉得要打左转灯，右边灯啊，还是要右转灯。右转灯就比较安全。对，就是先靠边这样子。除了方向灯的选择让用路人左右两难，也有民众担心进入待转区前如果打方向灯，可能会让后方的车辆误判行车动向，增加行车的风险。对此，民众看法不一。我觉得要打比较好，让后面的车子知道他要左转和右转，才不会发生那个撞击嘛。如果待转你要打右转灯到右转那个待转区，这样比较安全。很多都是发生这个车祸，我看过好几个啊，都是他这边冲过来，他马上撞过去。个人进机车待转区是没有打灯。我一般都没有打灯，因为打左转灯跟右转灯，其实对旁边和后面的车辆都会误解。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没有转弯或是转向的行为，因此呢，在这样子的情况是不需要使用方向灯的。但是呢，也另外提醒机车骑士们，如果说接近路口，准备要进入右侧的待转格时呢，那请记得提前减速呢，并显示刹车灯，那来提醒后方的来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机车骑士在进入待转区时，虽然不必打方向灯，但还是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向，共同维护路口的行车安全。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高雄有123处科技执法半年开罚超过11万张罚单，大中一路与顶中路口以半年取缔超过6000件，几下连续3年的中正交流道成为新魔王路口，引发用路人两极评价。今年行驶在高雄的路上，时常可以看到这片醒目的黄色告示牌，提醒用路人这里设有科技执法。其中大中一路和顶中路口，光是今年上半年就举发了6000多件违规，一举几下蝉联3连冠的中正交流道，成为高雄最新的魔王路口。应该是说，正常来说，我们都是靠右下交流道，但是那个交流道是在左边嘛。我发现它确实有尖峰跟离峰的时间。那像早上上班的时间，它其实会从下面一直堵到上面去。我觉得有点超过啦。其实就是我知道科技执法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安全嘛，但是我觉得有点到扰民的程度了。高雄目前共有123处路口设有科技执法设备，光是今年上半年违规取缔就开出了11万张罚单。虽然荷包失血会让人恨得牙痒痒，但交通大队表示，科技执法设置过后，相关路口的事故率平均下降都可以超过1成。而大中顶中路口本身车流量就相当大，加上国道上下匝道与平面道路车流交织，动线复杂，才让这里成为了违规取締热点。统计115年1至6月科技执法含固定式测照设备，共取缔11万1322件交通违规，较去年同期增加7288件。本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与顶中路口取缔6103件交通违规，因该处位于顶尖系统交流道，车流量大，驾驶人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及闯红灯为主要违规原因。但民众也认为，科技执法虽然有预防违规的效果，但如果一个路口长期违规案件居高不下，也应该回头检视，是不是道路设计本身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希望不是单纯的设置取缔设备，而是要滚动调整。
我觉得滚动式调整会比较弹性或滚动，像你说的滚动式调整会比较合适啊，但也不是说为了抓而抓。那其实如果你装了科技执法之后，其实你应该也要去检讨说，为什么某些地点装了执法，它的违规样态并没有去减少？那是不是我的交通工程、我的道路设计上出现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去修正？高雄交通大队强调，科技执法本意不是要开出更多罚单，而是希望透过执法与道路改善，让用路人们可以更清楚路况规范，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解说君高雄报道。第17届长庚永庆杯9月20号将在4地同步登场。今年邀请帕运羽球女将蔡依林代言，她以自身克服疾病的运动经历，鼓励大众要积极路跑，累积健康资本。运动就从现在开始。高喊运动就从现在开始，迈入第17届的长庚永庆杯路跑赛，9月20号即将在台北、台中、嘉义及高雄4个地方同步登场，预计将吸引近4万人参与。长庚医院方面特别召开路跑前记者会，并邀请帕运羽球国手蔡依林担任代言人，希望以蔡依林的经历鼓励民众别再以没时间、体力不好等理由拒绝运动，因为健康就从每天多动一点开始。这不是一个选手的故事是一个重要提醒每个人的身体条件、运动方式、起跑点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运动、追求健康。所以我们也希望经由依林的分享让社会大众可以知道运动平权的重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以他的这个亲身经验，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赶快投入运动，快乐的运动，都可以获得健康，并且能够在有机会成为国家重要的一个选手所以大家已经没有借口不运动了所以希望大家9月20的时候就来参加我们长庚永庆杯的路跑。6月才在爱尔兰公开赛与波兰选手在场上激战。作为台湾首位取得帕运羽球女子单打短支组参赛资格的蔡依林，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不过身体上的限制却无法阻挡她对运动的热爱。蔡依林也分享自己如何一步步克服障碍，实现当上国手的梦想。我说其实句实话，就是练，然后去调整挥拍的角度，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别人的一步可能是我们的2步，那我们要去想办法去克服我们速度跟不上的问题，那要比别人训练比较多的短的爆发力，下肢的移动速度，然后跟小腿跟大腿要去正确的去启动到它，才可以让自己在跑动上面可以更流畅、更顺利。蔡依林也是长庚运动医学公益计划照顾的选手之一。长庚方面表示，医疗团队会提供蔡依林特制化鞋垫、及时运动防护及专业医疗照顾，希望作为选手的最强后盾，让运动能动得健康，持续更久。我的照护原则就是说，希望根据他个人的运动项目呢，或是根据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来做一个调整。那一旦有疲劳、疼痛或者是说关节觉得怪怪的受不了的时候，那就要特别小心看看是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受限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还是以安全然后以持续跟享受运动，以这个目标为优先。蔡依林也希望与她有相同病症的朋友们可以跟大家一起运动活动，享受运动的氛围与乐趣。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一起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运动活动，然后一起，我觉得那是一种很享受的一种感受跟氛围吧。2026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初在长庚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民众报名参加，欢迎民众广邀亲朋好友加入，一起跑出活力与健康。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长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何これ？姐姐，在斑斑。眼镜，眼睛淹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3级要注意，2级是警戒，1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库要换流。行动学勤 APP 反载带小夫。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